我哋成日講 grounding，係咪天氣好嘅時候，我哋做多啲打坐，接近多啲大自然，接觸多啲土元素，就係接地。咁你諗下，接地嘅時候有咩感覺？你會覺得好有安全感，你會覺得喺呢度釋放煩擾係安全嘅，喺呢個地方你可以全面做自己，感到好輕鬆、好 relax。同樣嘅理論，其實擺喺你嘅工作層面、愛情、生活、家庭嘅層面都同一樣嘅事。邊啲地方、邊啲人令到你可以接住你負面情緒，你有冇安全感，令到你做自己咧？就係接地嘅地方。我嘅方法係揾翻你嘅天賦，你嘅天賦係會令到你發光。發光嘅時候，你就好自然吸引到欣賞你、托住你負面情緒，令到你好安全、好自由、展現自己嘅一個時刻。